轉頭翻嚟有港男主場，南華控衛羅意婷教你招牌過人技巧。我同好多籃球迷一樣咧，讀書時期咧都打過學界嘅。咁喺我嗰個年代咧，就有一位學界球星嘅。咁雖然我同佢就冇交過手啦，咁但係成日都見住佢咧帶領住拔萃，咁啊對呢個英華書院嘅時候鬥到難分難解嘅。嗱，見住佢咧15歲就登上呢個甲一舞台啦，23歲就成為香港史上登陸 CBA 嘅第4人。嗱，我諗講到呢個位咧，唔使我多介紹，你都知道今集港男主場要介紹邊一個。打聽好多時咧都係問你一啲賽前賽後嘢啦，今日真係好啊，可以同你詳細啲傾下偈。咁我知道咧就你喺 CBA 咧已經係第5季啦，咁總結下你5季打成點啦，同埋即係轉咗新球會江蘇咧適唔適應咧？其實總結呢5季啦，我覺得自己有起有落啦。咁第一年係新仔，咁抱住學習嘅心態啦。咁其實第2年就係自己最滿意嘅。無論出場時間、球場上嘅表現啊，係表現得最好嘅。咁第3季一開頭咧，就延續咗第2季嗰個表現啦，都 OK。直至到季中轉咗教練，第3、第4季就可能出場時間比較少啲。咁直至到今年啱啱完咗個季，第5季轉咗去江蘇，雖然出場時間唔多，但係把握到出場時間嗰個表現啦。咁其實相對嚟講，第5季嗰個數據仲好過第4季。其實喺內地打波同埋香港打波最大嘅分別係咩咧？我覺得最大分別就係嗰個球場上嘅對抗性啦。咁第一個練習嘅時間 CBA 比較長啦，咁可以利用好多時間去對於一個戰術啊或者各樣嘢嘅訓練啊比較充足嘅時間啦，嗰個執行性啦比較高啦。嗱，上年咧，蘇迪永倫咧就羅致咗洋將泰拿啦。你喺對位上咧都 mark 過佢好幾次，對過好幾次啦，都打得好激烈㗎。咁其實咧，你點樣評價呢一位球員咧？首先我覺得佢加入咗隊球隊之後，可能對佢哋嘅戰術上啊各樣嘢都提高咗好多嘅。咁佢個人方面，我覺得佢個身體個對抗性啊，同埋技術上啊，都係好全面，絕對係一個高水平嘅球員。咁你而家都算係黃金時期啦。你嘅籃球生涯嘅目標係乜嘢咧？咁其實今年啱啱自己就自由身啦，希望下年簽到球隊可能會有一個穩定嘅出場時間啊，一個穩定嘅發揮嘅機會啦。咁可能到自己退休之後，我覺得如果自己有機會做教練嘅話，希望可以將我喺 CBA 所學到嘅嘢帶翻嚟香港，俾一啲後生嘅球員啦。嗱，無論你係邊隊嘅球迷都好啦，香港嘅運動員咧都付出過唔少汗水，都值得支持嘅。阿挺，希望你早日達成你嘅目標。唔該晒你。我同阿挺嘅偶像咧都係 NBA 球星艾弗遜啦。細個打波咧點都會學翻一招半式嘅招牌 crossover 嘅喎。咁呢個唔係為咗型啊，係有姿勢又有實際啊！大家好，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3個控波個人嘅技巧啦。咁第一個就係 crossover 啦。咁其實 crossover 呢個動作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基本嘅籃球上嘅一個基本動作啦。咁無論喺快攻啊、陣地，我哋都可以使用嘅。咁首先啦，呢個動作嘅重點咧就係第一下我哋喺右手拍去左手嘅時候咧，要製造一個假象，令到對手覺得你係向左邊產籃啦。然之後重心要擺低啦。然之後左手加翻去右手嘅時候，呢個速度一定要快啦。就係無疑要呃到對手，然之後加速上籃嘅。咁第二個動作咧就係 in and out 啦。咁最常用我哋就會見到喺快攻嘅情況下啦。首先我哋會全速咁帶上前場啦，然之後做一個減速嘅動作，然之後做一個 in and out 嘅動作，令到對手無疑你向左邊產籃，然之後再去翻右邊嘅。咁第三個動作咧就係一個 step back 加呢個 hesitation 啦。咁呢個動作嘅重點就係咧，首先你控波嘅時候右手帶波啦，就作勢向右手產籃，然之後一個急停嘅後插花，然之後 hesitate， 然之後再做一個扮射波嘅動作，令到對手相信你去作一個投射嘅動作，然之後你再加一個細嘅 crossover 就加速走籃。
支持本地籃球，支持港籃主場。開頭有朋友係本身打南華隊嘅，咁就支持朋友嘅。佢嗰個打法好快，好有 passion。又會有啲 T 恤派發啦，咁同埋會好多乓乓色啊，令到成個球場都一片球迷嘅紅海咁樣。我以前就最中意係鍾馬飛。好幾個後生嘅好平均，譬如阿邵榮啊、阿琪啊，咁同埋阿肥偉啊啲咁。呢個團我好中意嘅。識睇一定係睇本地波，你睇下每逢大戰都排晒隊，一票難求，就知道香港籃球其實好多人撐。近年4大球會 Big Four、永倫、南華、福建同埋飛鷹都凝聚到一班忠實嘅 fans， 球迷自發成立球迷會到場打氣。我幫球迷會都做咗大概都有5年嘅歷史，咁原因係因為我本身開頭有朋友係本身打南華隊嘅，咁就支持朋友嘅，咁最後就因為真係中意呢隊球隊啦，咁就會不斷係咁幫忙咁樣。我幫咗永倫球會大概10年嘅啦都有，咁當初即係決定去幫個會，因為嗰陣時睇波比較散收啲，就即係冇好多人好似而家咁樣着到咁整齊啊咁去睇，咁於是想即係香港睇波都有翻文化咁，所以睇咁又領隊阿昌哥咁樣又即係就話可唔可以大家一齊搞個會去做啊咁樣，所以我哋就成立咗，咁樣就開始到而家咯。籃壇要成功，除咗要有優秀嘅球員，球迷嘅支持同樣係唔少得。想香港籃球百花齊放重現，一個都不能少啊！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嘅賽事啊，嚟到第5輪啊，紅衫嘅南華對住白衫嘅安青啊。見到今場波嚟講啦，南華係較為輕鬆嘅。賽前佢哋係4連勝啦。至於安青呢，就係4場波都係輸晒，仍然未開齋嘅。今場波對於南華嚟講啦，多派新丁上陣啊，包括係鄭浩恒啦，同埋咧就係梁少華嘅。今場波最終佢哋有6位球員攻入雙位數得分之下啦，其中梁少華攻入全場最高嘅23分，協助球隊大勝安青。接住落嚟就係飛鷹對永倫。今場波就冇咗阿祖啦、陳耀祖同埋阿高榮新啦，咁兩個正選啦，咁佢哋咁希望我哋會分散翻啲得分點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希望球隊可以鞏固翻個籃板啦，因為永倫嘅內線都比較高大。穿起紫衫就係永倫啦，賽前係未輸過咧4連勝，至於飛鷹咧就係3勝1負㗎。見到呢球李奇上籃啦，已經係第2節嘅賽事啊，23-21，永倫係領先嘅。見到飛鷹擺出雙塔陣啊，莫家俊加埋立陶宛籍嘅洋將維特斯，叫佢阿 V 啊，幫飛鷹打出11-0嘅攻勢，領先最大嘅分差32-23㗎。之後好在咧就有阿賈呢球搏到 N1 止一止血先，佢哋又打出11-2嘅攻勢，半場34平手啊。接住落嚟咧，第3節嘅時間同樣係阿 V 大爆發啦！呢位30歲喺香港做 IT 嘅球員啦，呢場波攻入19分、19個籃板同埋3個封波，呢場波可以話係代表作，呢球仲播埋 N1 添。泰拿咧開頭嘅時間做助攻為主啊，見到隊友手風唔順，決定自己嚟啦，呢球 second time 都俾佢搞掂。今場波呂楚威係倒戈㗎。呢一度見到佢殺埋籃啦，唔入之際，但係有維特斯喺度啊，又再一次搏到 N1 啊，見到鄭學來教練咧，其實不停都喺度提搶噶啦，因為今場波咧個表現相當之唔錯啊，尤其係老將呂楚威啊，呢球單打周盈堅呢個舊隊友都俾佢食到腳位攞板啊，佢全場係攻入13分同埋8個籃板，有9分波嘅優勢。之後呢一球莫家俊 T+ 靚啊，俾到籃底嘅羅文光攞到2分，又再一次拋離11分嘅分差啦噃。第3節完係61-53，落後嘅永倫啦，第4節好在有泰拿挺身而出啊，呢下急停嘅中距離搞掂，只係相差1分波，飛鷹要叫暫停啦。成隊永倫嚟講咧，全場手風唔係咁順嘅，呢度分俾 weak side 嘅潘志豪瞄定籃，終於係搞掂。佢全場係7射1中3分啊，全場係得5分嘅啫。
尾段嘅時間打反擊啊，又係阿 V 啊，咁啊可以話係全場靠住佢啊飛鷹，咁啊將比分追近少少，仍然有贏波嘅希望。咁啊但係之後呢，永倫係加強咗攻力嘅，呢球泰拿壓哨嘅3分，咁啊完全打沉咗飛鷹嘅士氣。泰拿最終係攻入全場最高嘅24分。另外永倫有4位球員得分雙位數之下，以81比72擊敗飛鷹，聯賽5連勝。